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跋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会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阳门一路新娘。多名客甲玉必须先单打独斗，强手拼强手，先角拼先角之形势，谁也不敢轻易出手。这边面李永林第一人分三个头夹攻鲁新良路，鲁新良我弯刀出手，胜战第一人。李永林已经飞出去了，鲁新良急转身，大球被下断，李永林再入手再挥出去。鲁新良挥上空中翻滚刀，卡在皮勇。鲁新良万人教魂回过山腰，这个时阵的妖刀看得目定口呆，恍然大悟，肚子摇摇。功夫慢当前面看袂脱啦！鲁新良骑过一条披风林行一个魂霄碧山路。若是一对这鲁新良可以用这招，如果若是两个披风林者，鲁新良是无法抵挡咯。我看咱得到静海宫，我来去甲偷看。如果披风林若是有两个以上，咱就要赶紧甲鲁新良赶紧唱凉啊！唔是干来唱咏，连咱都共款来唱咏。来去看才讲，看才讲啦。闪光人三度挑战段强人，双方准备最高端的一招，特别决胜败。段强人慢慢展开武功线。闪光人看到线上的诗，君向阳下饮，君免雨水淋。望君爱人手，伴君千里行。我输了。段强人，你我以后绝对别搁决斗咯。无气魄，唔是我无气魄。你线上迄首诗失败，线上的诗，鲁博滚地，哼，别人的威风刷到我的志气，哼！伊助我一阵，又助我的罗贯道特别找我的青梅竹马的情人姻缘，我不能恩将仇报啊！多名客欲比事先决斗数百回合，被分出胜败。出手，多名客暂停三刻，我下一场培训再来继续决斗吧，请便吧。600减3，出来。小红。恁有看阮立在一角落，伫咧看恁的决斗心。恁总是要偷看我收拾多名客，同时要了解多名客是属于门心，对不对？你先讲。
这个代志你免管，恁必须将这封私信甲我送到松岭白沙溪向东水楼台，叫阴影秀才。哦，遵命。遵命。多明喜，我的事办完咯。你目睭八金，你也爱10分的留神才好啊。最后的绝笔点亮，顺阳真气。呀！两气相接，用笔记端，顺阳真气攻入心北。多明克，我知影你是啥人啦。你的功夫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但是阴阳秀才会来讨回血债。我错了，这个不是庄稼人呐。喂，古水的，你这步唔落较接用力，我唔才捡会起来。我这摆才用2届尔，哇，这步足歹练的你咧。古水的，你实在比我较敖呢。我想要拜你做师傅呢。拜我做师傅？嘿啊！你随在我的背后，目的是要拜我做师傅吗？嘿啊！我就是看讲你的功夫哦，比迄个庄稼人搁较敖啊，所以我毋才一直对，一直甲你捡。但是敢若这步捡袂起来，你咧？这步若我捡起来哦，哼，我都比你较敖啊，你咧？苏彦文，去3阳的绝招。小等下，我毋是苏彦文，我是多明克，满只满不是食只不满满。3阳，咱所无瓜葛啦。我混天阳，想得要做武林皇帝；我金地阳，想得要做武林明主；我孙海洋，想得要做武林至尊，所以爱收拾着你苏彦文啊。恁3人是大一个较大哈？一个武林皇帝，一个武林明主，搁一个武林至尊。等下甲大看准，大汉的你闪开，无喏，迄免哦。用甲师傅哦，都麻烦啊咧。这3个哦，我都真有教啊啦哈。什么啊？小主你特别铁死鬼心？差不多啊。呀！ 3角头哦，大汉的，你爱小心嘛，无要紧啦。我的功夫哦，偌赞的，你知唔？这步都是阮师傅教我的啦，五指闪光啊！好厉害呀！好厉害！后生可畏，大汉的，你这是伫对学来闪光呢？甲你学的啊！我只有用一摆尔，你随捡起来是？大汉的足巧，看一遍就会晓。练这种功夫是会犯罪，唔通搁再练咯。安怎讲啊？是，你即摆吼爱先读书，先学文的，然后才学武的啊。若讲读册的吼，因为愈读愈册啦。读册才会捌字，才会捌道理。先学文，然后学武啊。好啊，安尼师傅你毋都教我？是啦，我先教你3音18变。这个音爱念互伊准，这个字爱写互伊正，知影吼？知啊。来，我问你，这什么？迄都秋字，遐济呢？迄都花字。春天树甲花才会开啊！对。我即摆先对树花春3字甲你教，也当18音。好字。树花春，春花秋，花秋春。花春秋，秋春花，春秋花，安尼会晓无？你敢毋是巧教一遍就会晓？真诶啊！安尼你甲我写一个我念互你听啦。好，上写就可。念啊！秋花春，春花秋，花秋春，花春秋，
秋春花，春秋花。安尼差一撮啦，你爱直直念，爱念100遍哦。哦，都爱念100遍呢。是，你摕倒恁兜念吼，唔通对我来，知影吼？好啦，我摕倒来阮兜念咯。秋花春，春花秋。青海江的唱水西，唱水坝，唱水拖，唱水高，四手高高连成，皮红领得要出脚咯。哇！一届4只拢装出来，阮说啊，赶紧的叫军杰好唱凉咯，事情大不妙，赶紧溜啊！神秘，天下最神秘的阴影秀才出现咯！伊接着玉璧书生的位师，伊内心有数。洪武段枪人按照吕伯君所示的路线图，到了双岭白沙溪，向东水楼台，找到伊失踪数年的情人咯。茵茵，茵茵，我找你真苦啊！天兵是，现在是洪武段枪人啦。我伫这个所在等你数年咯。茵茵，你怎样知影我会对这来呢？有人带我来这个所在，有人甲我通知，到底是啥人啊？一个俊俏的书生叫做阴影秀才啊。莫非是越南老人吧？这个所在光景真好，敢若亲像世外桃源。我希望甲你踮这个所在共度一生。这叫做嵩山白沙溪，向东水楼台。我愿放弃流浪，我愿甲你在这个所在度过人生的晚年。我非常欢喜，非常欢喜。茵茵，茵茵啊！我真欢喜。茵茵，你靠到现在了，赶紧药王叫落去吧。茵茵啊！你我小见无一刻，你后方一命离开世间，你我真是缘分不浅啊，茵茵啊！悲伤何言？一旦无常万事休。伊甲你有情无缘，伊甲我。缘真情未了，读册人，你甲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甲伊情侣关系，首先是同情，后来变成爱情，所以成了亲。难道吕伯君因我来这个所在在看死人是？茵茵是被人害死的。你千万唔通误会，伊是迎心熬红而死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茵茵会迎心甲懊悔呢？实不相瞒，茵茵伊患有先天性的血路病啊！茵茵，你是互我害死的，我遗憾终身。茵茵，你死，你叫我怎样活落去呢？茵茵啊！段昌林，你节哀吧，我帮你发落丧事啊！汉不惊苦
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搁好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向东水老大出一位天真浪漫、妖艳绝伦的少女朱婉怡。伊同段强人两人一见如故，结伴而行，情愫渐生咯。相信你是内行人，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拍过难关。不免对我把跋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搁好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十八路。信心怎将拍过难关？靖海宫皮用林素秀，再见武林的高手。皮用林杀了武林高手，夺接大角西路。阿弥陀佛，现在，残忍啊！残忍的皮用林，你去找多明客甲快鲁神龙来，安尼我就自将你这小精百名给释放。假使若无找来，在3天内将这小精龙给结果单条。准办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来人啊！好等多明客甲鲁神龙来丧事啊！寒桥多明客，无名何必夺？有名夺不了，名条日渐高。多明客，你名记极落，古人所说，物极即反，名极即危。你是露出真相，让乌白两道的人做一出结束了这个问题才对哇。哦，这位秀士高姓尊名呢？我的名声忽略了，人称阴影秀才呀。秀才金色良言，我为何未能接受呢？啊，我只能讲人情历尽秋云雨，细路崎岖速度平啊。你的处境令人同情，我无免将你露面呢。可是目前中原军阀达到死亡边缘咯。秀才请多吉祥吧。靖海宫之师披风林素秀是天下最奇特的功夫，中原军阀无法制服啊！文世啊，你甲听看觅咧，迄个人讲话上种的声音了。红口啊！文世啊，迄个秀才两种声音了。红口啊！秀才有可能替军阀解围吗？当今的武林，除了吕伯君以外，无人能号令披风林。吕伯君冷酷无情，做事残暴，你无法亲近啦。但是吕伯君对段强人产生好感，爱情萌芽咯。段强人最尊敬你，如果你若是会当替吕伯君甲段强人撮合，要解决披风林之事就单纯咯。这嘛，此事不容迟，失陪。哎，多明客啊，迄个人讲话两种声音，你有感觉啊无？
放口啦，放口，无啦，我无讲明你啦。杜明克啊，你有感觉迄个人讲话两种声音嘛无啊？哦，先辈，我无感觉呢。哎呀，安尼你道行也无够深的啦。这位前辈，我有事在身，告辞咯。小等下，啊，吕新良甲对去啊。嘿，我咧甲想哦，头大的阴影所在，凡事是吕伯君哦，迄一个人相定人家款哦。所以你爱讲话真危险啦。若讲到吕伯君伫个大觉寺伫咧点神通，你听到骹尾会冷。迄个罗征当众宣告安排钢铁阵容，这就是吕伯君福建十几路。吕伯君厉害做伊的啦，到底毋对？啊，拍死是拍死别人，也毋是拍死我，我甲伊无仇啦，我无咧惊伊就对啦。五人头的，好将口出，病将口入，你多嘴的家伙啊！哎，我无咧甲信半道啦。所以来看卖。五人头的，你的时机到位咯。啊妹，哎呀！段昌林啊，千万都唔通悲伤了。我相信你青梅竹马的情人茵茵，伊在天之灵，伊也欢喜咱两人结成夫妻才对啊。茵茵哦，段昌林哦，前辈杜明克。是啦，段昌林，你叔叔该求中原军舰脱离水火之中吗？仙阁，你功夫在我之上，何必放弃我呢？段昌林有所不知，这个就是阴影秀才所说。是我过世咯。吕伯君。吕伯君就是害死我青梅竹马的茵茵啊！我来去找毒妇报仇。小等我。来我跳一个。嫌疑！阴影秀才为何发出相种的声音呢？请看精彩又高调的续集，苏彦文一路新娘